再來，咱繼續關心花蓮落大雨的災情，上知名的景點古母基這個所在啊，有民眾去撿石頭，但是溪水漲起來，煞總去圍嘅。救援人員啊，將2個人啊，刮繩啊掛落去，去但救起來。另外一個部分有4個人的登山隊伍啊，其中30歲綁繩女山友跋落去溪水去衝走啊，即馬搜救人員繼續咧找伊的下落。 落水日衝落來，秘書是拖着水槍，這是民眾經過蘇花公路所翕到的景象。因為低壓帶繼續的影響，花蓮一直落大雨，有鄉親掉在山內。我們就看他衝走就對了。搜救人員詳細地問，這個山友因為看到山友被衝去，大家攏着驚。這4個人的隊伍18位南投東埔入山要爬馬博拉斯，24照計劃為玉里出來。 下晡1點，經過玉林橋遺址的時，因為一個30歲姓方的山友，敢若是因為中大水了後無設好水衝去，煞找無人。花蓮縣消防局第3大隊接到消息，組一個搜救隊入去山區。11點，快到了。 救援人員哪間安達哪協助撤離，再去搜救人員佫去落落水的所在去找人。玉林橋遺址海拔差不多是1350公尺，是馬博拉斯東邊重要出入點甲登山入口。因為沿路真歹行，佫有崩山，溪水攏漲大水，搜救真困難。 還佫無過去上游的景點秀林的木國木魚，昨早起6點外有2個鄉親去溪埔要撿石頭，因為因為溪水漲大，水煞潮咧，遂透過智慧手錶發送求救的信號，2人避離石頭旁等人來救。抵達現場後啊，發現雨勢過大，並且那個人員他在山壁的對岸哦，那是完全沒有辦法跟我們這一側有任何的這個聯繫哦，空拍機也是無法的飛行。 2人離水面差不多6公尺高的山洞內，暫時無危險。最近天氣不穩定，咱鄉親若要去山區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